各位平安吼。咱小等的礼拜要伫9:55开始，开始进前吼，提醒大家，然后炸手机的人，把手机关起来，或者关成静音。还有一样代志要麻烦大家，就是，今天咱有国际纪念会来这边请安跟报告。那所以说我们在周报里面有附那个奉献袋，那请要为基甸会奉献的那个会友吼，能够在那个奉献袋上面写上教会还有你们的名字，那个到时候总会这边基甸会总会这边好方便寄那个奉献证明给你们，再麻烦大家。
各位兄姊平安。咱礼拜要开始，请咱同心敬拜上帝，请走啊，袂倒。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敖。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仁义。伊要指点你的路，毋通家己看做智慧，着敬畏耶和华，离开歹事。即时要请敬拜团带咱来阿罗上帝。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开心，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欢迎你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那一位神，他是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用双手安慰忧伤灵魂的神，他是审判一切罪恶的神，他也要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之上。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来敬拜他。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是在施加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他是耶和华，他有权威，有荣光，有恩典和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是在施加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神，因为他是蛮有能力的神，他是带有很大的能力，有权威，有荣光，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他，因为我们常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常在我们的里面。在无论何处，我们都渴慕他；在荒野之地，我们也渴慕他的同在。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耶稣。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
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请持续站立。即是咱犹原徛伫重新来念新的诫命，来告白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安尼听恁，你安尼三听，你若三听，竟然要对遐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即时请撒架来刻印，刻文第30篇，我来刻，恁来印。智慧减袂得叫。伊伫路边原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憨直的人啊，你着会晓得通达的理。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耶和华做法的起头，对永远对其起头，袂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失哩。大山袂定着。小山也袂大声，已经生我。伊隔年遮的天，释因权伫青黄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雨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的囝担着听探我，因为即首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探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是找着我命；得罪我的，就害家己的性命。以上，即马请大家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全能永活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阮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伫这新的主日，逐尾要做伙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学乐你，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上帝，求恁怜悯阮，脱离这罪的头棒，伫你的疼内面，阮有盼望，无论是外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
你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阮要将你的话记录在阮的心中，成做阮生活中随时的帮助。咱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你病院的人，求主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有人厝外、厝国，求主赐因平安。为着这世界各所在的战争会使平煞，甲台湾的未来，甲政治的纷扰来台倒，也想使阮的国家的执政者甲官员有够野的能力来管理咱这个国家。即是愿主的圣灵临到阮的中间，小等会使透过长老的喙，互听的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咱要请圣歌队带咱来阿罗上帝。即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传道书第10章第10节。铁器已经钝，若无磨来伊的喙，就着加出侪侪力，独独得到智慧的教师就有利益。我再来念华语版的。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
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传道书第10章第10节。这时，咱要请张长老来讲道。伊讲的题目是将刃磨快。主内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主日是一个欢喜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因为他的复活在第3天，就是主日的时间，他复活，所以感谢主。我们每次在这里纪念主日来这里崇拜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要想到，这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时聚会，同时也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你喜乐吗？喜乐。对，我们每次来到教会就是要喜乐，把你的烦恼，把你的这些思考让你觉得负面的全部丢开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将刃磨快。非常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长子的应许，让基甸会能够来这里做分享与报告，让各位了解在基甸会在这1年来，因为各位会有的奉献，还有我们所做的事工到底有哪一些，在这里向各位做一个报告。刚刚圣歌队唱那一首《充满我》，我觉得听得非常感动。真的，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第一个就要怎样？要求圣灵来充满我。我相信今天在这里在座每一位也都是这样。我们来这里就要重新让圣灵来更新我们，每个主日都来更新，甚至每天都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他从不撇弃我们。在传道书第10章第10节其实传道书我们知道是谁写的？所罗门所罗门写传道书，它是一个是什么？智慧的文学。所以整本传道书是讲智慧的文学。因为所罗门他得到很多的智慧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神。所以他写这个传道书很多也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在第10章，他主要是讲到智慧跟愚昧的对比。所以我们看到第10节，他讲到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后面这一句其实在有些版本它是这样写，但在和合版的修订本他说，但智慧的益处在于使人成功。这更白话了。所以智慧的好处要让我们成功。基督徒的成功并不在于世界上的物质，乃是在于我们跟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得到成功。同样，在现代中文译本，它又有另外一个说法，说事先筹划的是聪明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人，就像很多事情都要事先筹划。我们一样，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看到这样子，事先的筹划。那在有些版本里面，它铁器代表说什么？斧头，斧头啊，砍柴的斧头。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父亲他想要把他的家业传承给他2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但他想说，到底谁是比较聪明呢？谁是比较有智慧呢？他就说，你们各拿1把斧头，去山里砍柴，谁先砍满整束整捆的这个家业呢，以后主要就让你来管。2个兄弟，哥哥一拿到斧头就很快的想，我要尽快砍就跑到山上去了，我就要去砍了。但弟弟呢，拿到斧头呢，他就不慌不忙，先把斧头磨砺，磨砺后再上去砍。我们很清楚假如一个斧头没有先磨砺的话，它砍起来很费力气。我相信我们当过家庭主妇的或者家庭主夫的，应该有这个经验。你要切菜的时阵，你要切肉的时阵，刀伤钝呢，足歹切。我来一刀落去就会使。你怎么呢？
好几刀，甚至切得乱七八糟。所以最后的结果啊，我想大家就很清楚了。当小儿子磨砺这个斧头之后呢，他上去呢，轻轻松松的就很快的砍了整捆就下来了。他父亲就把这个基业传给他，因为他是一个怎样事先会筹划的，也是一个聪明人。他最后呢得到这样的成功。这个就神透过圣经带给我们的一个思想跟一个意念。我们在俗话也有说，公义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把它做好，并且做得完善，就要先把我们手上的这个器具呢，把它磨好、磨砺或准备好，那么你才有机会成为第一个或者最先完成的。在这里，第一句话就讲了什么？铁器钝了，铁器钝了。其实我们要了解，铁器是不是容易钝？其实很容易钝。我记得小时候我在那个传统市场，现在应该也还有，我是不很清楚。现在很多买肉啊、鱼啊都怎样，都到那个什么超商，他都切好了一盒一盒，你就买了。可能有些人比较少到传统市场，或者老一辈的可能比较知道，或者乡下可能还有。传统市场你只要看那个在卖肉的猪肉的肉店有哦，伊若要剁肉进前拢安怎？摕起棍啊，无迄个是铁的铁做的一个，那它那个很大的那个什么那个菜那个刀子啊，它就这样刮个几下，有没有？然后再来切可能点头的大概看过，没有点头的搞不清楚。所以他要先把它磨好才能切，因为他只要没有磨砺，他切下来那个肉歪歪咔咔揪溜溜，你认为这客户会满意吗？他会说你怎么拿这个烂烂的肉给我？所以他必须把它磨砺之后，他再把它卖出去。还有另外，在小时候我住花莲，那个时候很多刀啊，有一种行业是磨刀的师傅，他推着他的脚踏车，挖菜刀、挖嘎刀，我听过无？挖菜刀、挖嘎刀，有要挖无？你看，那么他固定他的路线，可能他一个礼拜只到那里来过一次，所以那些家庭主妇呢，他那些比较钝的刀就在那边等他来整把拿出来让他磨，然后他这个礼拜来在做料理的时候就觉得轻松愉快，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你要把你的刀刃磨清楚、磨砺，才有机会。在古时候呢，都用什么刀跟剑在那边互相厮杀，有没有？你想想看，他刀剑他要上阵的时候，两军对峙的时候，你只要刀跟剑没有力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你砍下去，人家没有什么感觉他们都有盔甲嘛。但你要足够力的话，砍下去不止盔甲，甚至到他的肉身。所以那个跟他的生命的能不能持续是有关系的。另外，我们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学美工的或是你是开设计公司的，你看那个美工要切割纸、切割东西有没有？都要把那个刀片怎样？现在刀片制作很方便也在凹等我他就想要切得好，就要把那个这样上一次用到的差不多钝的，把那一节这样啪，把它折断，然后它就很容易切割了。有时候你要切割2、3份，你就必须这样做，不然你根本切不下去，你只能一次切1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铁器先磨好。其实我们做主的工也是一样，我们要先检查自己的铁器，我们手上的这些工具是不是钝了，还是它已经被我们磨砺，
但其实磨砺这个功夫是很重要的，它是怎样？要事先准备的。哦，你要到时要的时候再来磨砺，可能会来不及。我们也看得到，福音、真理，就是神的什么？他的刀刃一样。啊，上帝的刀刃，福音、真理就是刀刃。所以基督徒的刀刃到底在哪里呢？圣经提到，我们是参加属灵的征战。现在世界各地有一些战争，有没有？你看战争有时候你会赢，是因为这样。你的准备、你的火器、你的这些是怎样？是比对方好。最近那个电视新闻在讲乌克兰，他要对抗苏俄他的入侵，就是他们现在发觉怎样？他们的准备不够了，因为怎样？他们那些飞弹没有了呢，结果飞弹的发射器呢，空在那边没有用，他没有办法去对抗苏俄来的那些飞弹，所以他那个防空飞弹已经没有了。那美国他们在制造呢，又很慢，没有那么快，所以他们现在呢，就只能处在挨打的状况底下。所以我们一样，基督徒的征战是以我们的真理来当刀刃。真理就是上帝的话，真理就是什么？神的话。感谢主我们现代人都很有福气，所有神的话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了。以前有没有办法这样？没有呢，以前要口传的呢，口传的告诉他，他告诉他，他告诉他，有时候是写在那个皮上面或者什么最早还不一定有纸呢。所以我们是很有福气的一代。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神的话、圣经。其实圣经就像是神的一个刀刃，它是本来就是磨砺的，所以你要去用它。那么要用它的时候，我们使用人也要怎样？磨砺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思考都要去磨砺。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在以弗所，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连魂与灵、骨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你看神的刀刃多好，就是这样，真理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对抗仇敌、对抗魔鬼撒旦，就是用神的道，你就心里无所惧。因为圣经应许我们，只要用这个呢，我们就能够得胜。另外，我们再看到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上帝，神的智慧是广阔无边的。人的创造是来自于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蛮聪明的，蛮有智慧的，哇，我做得很好，做得有效率，甚至我会发明一些东西，尤其一些工程师，他有些程式，你看不得了，像有些那些工程师，他们在他的本业里面非常精，结果呢，他可以发明很多一些程式，一些什么能够对整个公司有帮助或者改善的，你看，或者一些小公司、新创公司，他们就因为这样就起来了。结果那些大公司为了买他的技术，就要怎样付钱呢？在国外，他付的钱不是几万块美金呢。有时候不是只有几百万呢，有时候上千万美金啊，甚至把他们整个公司这样并购进来。所以那个都是为了怎样？为了能够增加他们的效率，增加他们在他们制程里面所有的这些的效率。台积电我们就很清楚，他们在研发里面，你看做得多好，他们所有的那些的盈余呢，30%、40%都用在研发。那些有些大公司、大企业，其实他们用在研发里面的费用真是非常多，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没有去经常去精进自己的时候，他就必须到最后会被淘汰。
大公司被淘汰是很可怕的，可能瞬间就这样就不见了。哦，前一阵子在1-2年前，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什么 Intel， 大家知道哦，你们在电脑里面可能也有用到它的软体。你看，它那个时候正好 AI 开始盛行的时候，跑得很快啊，根本来不及跟。但 Intel 他没有看到这一些，他没有事先筹划，他就不是聪明人。他即使公司那么大，就台积电、NVIDIA， 你看他们跑这么快，他就跟不上了。那个时候差一点这样垮掉，甚至为了这样，他们一直裁员，3000、5000、1万这样一直裁。后来他们一个新任的一个总裁来了，是一个女的哦。她看到这个，她就这样重新改变，不再说看这些，而是开始从自己的研发开始做。就经过1年多，他们重新站起来，他们有自己的技术，他们有自己的这些不一样的东西。股票呢，从底呢又再上来了。所以，我们没有来自于神的智慧来看事情的话，也是这样。来自于人的智慧，在对于公司的经营、我们人生的处事就有帮助。但来自于神的智慧呢，更重要，不只对于我们公司经营、我们的处事有帮助。另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面对仇敌撒旦的时候，世界上的智慧是没有用的，除非来自神的智慧，他才能够从里面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帮助。我们了解所罗门当初神要给他恩赐的时候，要给他财宝，给他什么都可以，因为神喜悦他。结果他只要求什么？智慧。他什么东西都不要，要求智慧。当他有了智慧，结果我们就发觉，所罗门有了智慧，他就怎样？不止自己得到益处，连国家也得到益处，越来越强盛，甚至于他的智慧能够判断很多事情，他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圣经里面记载有个故事，有没有？有2个妇人啊，为了一个婴孩，他们在争啊。他说他是他的，他说他是他的，因为之前本来他们各有一个嘛，结果有一个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有一个死掉了。那他就争说这个是我的，死的是你的。结果到所罗门王那边了，所罗门王他就很有智慧说，不然这样了，你们都要争，都说这个小孩是你的，很简单，来护卫侍卫来拿一把刀把它斩成一半，一人一半，这样很公平。就像侍卫要把他砍下去的时候，其中一个妇人不要，请你不要砍，给他，我不要了。所罗门马上知道这个小孩的妈妈是谁，是那个说不要的那一位。你看，这个就是智慧，来自于神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很多，来自于神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在宣扬福音的时候呢，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就要从那边学习智慧。所以我们要得到真智慧，很重要的另外一点，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捆绑，也不要被这个世界诱惑，因为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甚至于我们的成就，我们都觉得沾沾自喜。当我们被这个卡住的时候，你要再去想要得到上帝的真智慧呢，其实并不容易。我们要从神身上要求得真正的智慧，就要学会怎样放弃世上的这些财富、名利、事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所谓放弃是不是说我们都不管哦，而是说我们不要一直思考那一些，因为我们寻求真智慧的时候，那一些其实会跟着我们来，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刀刃磨快？刀刃磨快，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磨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要磨砺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很重要。我们每天要跟神互动，每天要来认识神，要遵行神的道，你才有办法磨砺。你每天去认识神，要遵行他的道，那个就是怎样，在磨砺。你说啊，我已经昨天磨过了，今天还在磨吗？要磨砺是一个持续的工作，不是一时的。有些人觉得啊，我磨了可以了，就放那边了。结果经过1、2个月，他真的要用了，怎么还是不好砍？是因为怎样？一生身体了。所以磨砺是每天的工作，是每次要做的工作。再来呢，我们要磨砺我们的品格，磨砺我们品格。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让我们在神里面也能够学习更多的品格。这些品格包括怎样？忠心，你要对神忠心；你要谦卑，你要对万事、对人谦卑；你要敬虔，你对神你要敬虔。你不敬虔，你容易变成怎样？骄傲。所以我们就看得到，你看。忠心，我们就这样看到，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谁？约瑟，对不对？约瑟他当初被他的弟兄哥哥们卖到埃及，结果后来呢，被波提反家里，他到那边成为一个奴仆。但是呢，他还是忠于神，以神为中心。所以他在那边碰到诱惑，他没有跌倒，他反而呢，最后为法老解释那个梦。法老因为这样，就知道说，哇，这个人是一个人才。后来他还成为埃及的宰相，你看，并且解梦的时候让法老知道说，之后会有7年的饥荒啊，在之前有7年的丰收，所以我们在丰收就要来尽量去积这些粮草，当饥荒年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粮食。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积这些之后，他不止他们自己埃及够哦，甚至那些外地来的也够呢。因为他到那边，结果他的父家那边呢，也因为这样得到生存啊。因为他们后来也没有粮食啊，就派他的哥哥来埃及要求购买粮食啊。这故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要磨砺我们的品格，我们要能够忠心，对人要能够谦卑。大卫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虽然贵为国王，但是他那个谦卑的个性，让他在神里面认为他是怎样看为美好。他谦卑，他才会看到自己应该在哪个部分去改善。他谦卑，他才知道说自己哪个部分不足。你也不谦卑，有时候你自己一些错误的地方，你一些不了解的地方，你不只是自己不提出来，甚至别人看到要告诉你，你都觉得怎样？不是啦，那个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不会这样的。你反而跟他变，你就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得到更多的晋升。另外要敬虔，敬虔。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但以理他其实就是一个敬虔，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不吃王的食物，他用自己的食物来吃，他不吃王那一些，很像吃的能让他更美好，其实他都不用。所以我们在整个生命里面，我们要磨砺我们的品格。再来呢，要磨砺恩赐的能力。我们每个人，上帝都有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的不同能力。所以我们要想想看，神有给我什么恩赐？神有给我们什么能力？你要先了解你的恩赐能力在哪里，你才有办法去磨砺它。那这个磨砺是怎样？是要去学习，是要不断的去
把它研发，并且让自己在凡事上都来看到说，我的恩赐是不是能够有进步？我的恩赐，我的能力是不是能够更成熟？学习这些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在这样的恩赐，当你神给你这样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你还要怎样？要去用。你没有去用的时候，你在你身上呢是没有意义的。当你用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这个恩赐、这个能力，我用出去很像不如我的预期呢，是为什么？哦，因为你还没熟悉。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成熟，就越来越顺手。以后怎样？哎，随便一拿一做就对了。所以我们要将刃磨块，磨砺我们的属灵生命，磨砺我们的品格，磨砺我们的恩赐跟能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神交在我们手上这个真理福音这个刀刃，能够好好的使出去，成为神所用。其实信徒很重要，这样随时要将刃磨块。那么你没有磨块，神怎么用？对不对？神有给你，你没有磨块自己的品格、自己的这些恩赐能力，神要你去做事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来不及了。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10个童女，有没有？他们都提着灯在那边等着新郎来。因为要等到半夜，所以有5个童女，他就想说：“哎，我们应该是不是要事先准备一些油啊？不然等一下不够怎么办？”他就准备油了。另外5个童女呢，他们嘻嘻哈哈在那边，他觉得够啦，没问题啦，可能新郎等一下就到了啦，别他紧张了。他们没有准备，就真的新郎到的时候呢，他们原来油快烧尽了，只有那5个童女跟着新郎进去内室了。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去先准备好自己。我们必须了解，在属灵的里面，你没有办法去借用别人的东西。其实油你要去借，或许还可以，但在属灵的恩赐里面，你能够去跟他借吗？没办法呢。所以我们准备这些，不只是讲到世界上的物质，而是我们里面神给的能力跟恩赐是最重要的。你要先准备好自己，不然别人根本没有办法。你到时要向谁借？他的恩赐能力跟你不一样，你怎么借啊？你根本是没有机会的。另外，神有时候为了让我们在恩赐能力有所长进的时候，他会自己来修剪你。上帝也会亲自修剪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怎样越来越增长。我们看到耶稣的12个门徒，我们现在有些圣经，你看保罗，保罗是后面的比如说彼得，他们所写的这些，约翰他们所写的这些圣经里面的东西，他们当初有这能力吗？没有呢，他们只是捕鱼的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写这些？因为他们跟着耶稣，跟着耶稣得到磨练，他也同时磨练了自己，让自己的刀刃能够磨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圣经说，哇，这个怎么写的这么好，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因为他们从他的能力跟恩赐里面，跟着耶稣基督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所以他就成为耶稣最大的帮助。另外，我们要注意，我们心里面的那些不纯洁的动机，还有肉体上的意念，我们要把它消灭洁净，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各方面更多的成长。耶稣当初有2个门徒，有没有？真的要做耶稣做王的时候，坐他们左边右边，那个就是这样，肉体跟对于世界的留念。那这些都要先丢掉，你才有可能在真道上得到真正的成长。其实
我们这些恩赐能力，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事业，都要去发挥，并且我们要想到，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并且能够为神所用，这样才是神所喜悦的。基甸会的服事其实也是一种将刃磨块的服事。基甸会其实在台湾有67个支会，每个支会呢每周都有祷告会，他们共同研读圣经，分享心得，彼此代祷、代求，彼此鼓励，使每个人的灵命能够渐渐的成长。我刚刚来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我们里面也有基甸会的会友，那是北一支会的。刚一碰面，大家都觉得好喜乐。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但呢，一碰面就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同一个心智、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式，再让每个人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了解，你要透过祷告、透过研读圣经，你才有能够真正的成长，才有能够真正的让你心里的那一些生命能够更多的成熟。另外呢，基甸会透过个人见证来分送圣经，领人归主。你看，你要送圣经容易吗？你要去送这些赠送圣经容易吗？有时候我们或许刚开始会担惊，他会拒绝我，他会怎么样？所以这个都是将刃磨块。基甸会的很多的这些，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对真理方面，能够把我们自己磨快。基甸会的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服事，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服事的恩赐跟能力更成熟，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更大的付出跟贡献。我看到很多基甸会的这些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会员们，刚来的时候跟之后他被造就跟成熟就不一样了。有些甚至于教会的牧者就说你去基甸会之后，很像回来都不一样了，都有所改变了。有些教会可能有些牧者他不了解，怕说，你到基甸会会不会教会的服事不做了？不会，因为基甸会的服事都不在主日，不在这些时间里面，都是他们的聚会，大部分都是利用礼拜六或者周间，包括发圣经另外，我们再看到基甸会有属灵的7大目标，这个7大目标也是用来磨砺我们的刀刃，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尖锐，也让能够自己的装备得到完全的装备。它7个属灵目标呢，它第一个是怎样？成为读经的人。所以你看，基甸很注重神的话语。其实不止基甸会，我相信我们所有基督徒都一样，都一样的心智。我们必须怎样成为读经的人啊？你天天读经很重要因为神的话刚刚有讲，它是真理如刀刃。你读经，你就像拿着神的刀刃一样，你就不惧怕。另外，要成为祷告的人。祷告，其实我们就透过祷告，祷告就像什么馨香之气，能够通到神那一边。所以祷告很重要，是跟神的连结。你跟神的连结之后，你才会心里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现在要你做什么事情。你透过祷告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做。你可能有 ABC 方案，你祷告交托给神，我想上帝就会启示你应该怎么做。第三个呢，要成为有信心的人。你要在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真正有信心，你要对神有信心，你要怎样？不靠世界，单单靠神。
你靠世界，世界很多会改变，怎么办？你来不及应变，有时候你自己的能力智慧都应变不了。但是你单单靠神，神的智慧是无限宽广的，他创造天地，创造人，他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要学会不靠世界，要靠神。当我们靠神的时候，其实世界很多的东西碰到的时候，你都能够解决，或者上帝会帮你解决。你单靠神的时候，你的一些忧虑就会怎样消除掉，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担忧，你就不会恐惧。大概2、3年前，我得到攝護腺癌，后来去知道之后，其实本来是不知道了，后来这个脊椎的骨头会酸痛，去检查，结果医生宣布说你是第4期，因为它已经扩散到骨骼，扩散到淋巴。那个 MRT 照下来都看到很多地方都有黑点。他认为医生说你的存活率大概是多少？因为医生必须告诉你，你想要说靠世界，你想看世界，你是怎样受不了啊？但你靠神呢？你相信上帝有他的旨意，上帝有他美好的看法。所以我依靠神的时候，我心里那一些不安跟恐惧就渐渐消失了。刚开始听到这个，真的是很 shock， 很震撼啊！怎么是这样呢？怎么会是我呢？我不抽烟不喝酒，也有运动，我有读经又有祷告，怎么碰到这样？但是你放下这一切的时候，你重新看上帝的时候，只要是他的旨意，他要成就的时候呢，愿神的旨意得到成就。所以你单单靠神的时候，你就把这些怎样放下了。结果经过3个月都要验一次血，都要做一什么3个月、半年、9个月、1年。经过1年之后呢，结果再去看，医生很惊讶，怎么你那些癌细胞都不见了？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治疗的疗程，放射，放射治疗这些。但他们认为说，怎么会不见啊？你真的要单靠神，尤其在放疗，对于那个脊椎的骨骼在放疗的时候，他事先告诉我，放疗其实这样放疗有时候会把神经跟旁边的组织烧坏，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边去放疗，2、3天去一次，你看，你心里是每次去是不是淡淡？但你单靠神的时候，你交给神，结果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我本来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连坐都很难，坐都坐不了半个小时。今天恢复到不只能够坐，能够站，能够到处跑，也能够到处为神做见证。这个就是我们要单单靠神，单单靠神，不靠世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耶稣说：“来我这里就得平安。”我们到耶稣面前，真正得平安，因为你交托给他，卸下重担，完全给他。再来呢，第4个，成为分别为圣的人。圣经里面讲到，人非圣洁，不得见主面，是不是？对，我们要跟神亲近，我们要去见主面。你要保持自己的圣洁。我们都想说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得救了，没有问题了。但真正没有问题吗？我们也知道天国门是窄的，你是得救了，但你要上去呢，你要学习圣洁，不然你没有圣洁，你怎么上去？怎么去见主面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圣洁，要成为分别为圣的人。再来，成为有慈爱心的人。有慈爱心，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啊。我们看到哪里有灾难有怎么样，就为他来奉献啊。台湾人都很有爱心呢。你看，
哪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捐款了。哦，像日本早期也发生什么水灾啊，什么那些地震啊，台湾捐的很多啊，世界各地也是这样嘞。那这个是不是慈爱心？那个很像是慈爱心，但真正的慈爱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基督。基督的慈爱心是我们怎样难以比拟的？基督的爱是怎样为我们的罪舍己舍命，用这样的方式来洗净我们的罪呢？这个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慈爱心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每次做什么事情，要想想看，假若耶稣基督在我旁边，他会怎么做？我们每个事情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要想想看，当我要做的时候，只要耶稣他在这里，他会怎么做？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应该怎么做，很多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你就会放下。第六个呢，要成为做见证的人。成为做见证的人，你要成为做见证的人，你有没有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见证？其实我们都有，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应该都会有见证，只是我们要去很仔细的想，很仔细的看。今天要来这边跟各位一起分享讲道，我就想说，哇，这里不知道好不好停车。当然我事先有问了说到底哪里可以停，然后有人就传给我欧弟兄啊，他就传给我，就我就知道在这附近正好巷子里有一个168停车。但我想说，巷子里面的停车场应该很小吧？因为我的印象是这样。在巷子里面停车场讲，我就心中就祷告。其实我这几天都在为了这个事情祷告了。我就想说，那来个这不法度停要怎了？结果来到这里，那边我前面有一辆车要停，他进去，我想，他大概要停了。结果他又出来，我想，哇，糟糕，是不是没有位置了？原来不是，他要弄好他的方向才能够进去，因为那个168那个parking 很小，等他进去之后，然后我就随后跟，我在想，哇，他停了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就他停了之后还有2个位置，哇，感谢主。不过那一边实在很不好停，因为很小，所以要先掉头，要处理好，然后才能够停进去。但还好我很早之前就先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好这样的预备。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人，我相信你的生命就能影响别人的生命。虽然这个很小的事，你有没有想想看？我们在生命里，我们在生活里面，每天是有见证。你想想看，有每天都有见证哦。我从南港那边开车要过来，假如万一有什么状况，那塞车就来不及了。但上帝就为我开路。我从南港，我们在拉拉破那边开到这里，总共几分钟？你知道？15分钟，对，真的15分钟。它本来显示19分钟，结果真正开来这里呢，反而神的料理让它减少，变成只有15分钟。感谢主。另外呢，要成为奉献的人。其实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资源，都是来自于上帝。当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我们要经常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来自于神之后，到我们身上，我们会认为是我的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所有的万事万物在我们身上都是来自于神。你不要把它看成你的，你看成你的，你心里就认为是我靠搞啊，我靠摘掉。要看自己，这个都是来自于神，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息，都是来自于神。所以当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你要怎样？乐意的拿出来。你说上帝怎么样使用我们？会
上帝在某些事情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见闻到，你心中有感动的时候，你就好好祷告。你因为为了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做？在你的金钱你要怎么做？在你的时间你要怎么做？在你的恩赐里面你要怎么做？在你的资源里面你要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在里面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最大的效益，也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不然神呢，他给你这些，他会觉得说啊，我给错人了。上帝给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神给这些是要让我们成长，神给这些是要让我们跟他同工，来做主工。当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很多工作是交在我们身上的，他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有没有？好，在圣经里面，所以很多福音的传扬呢，都在我们身上。所以基甸会呢有一句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是福音是我们的使命。真的，福音不只是基甸会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使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福音就是我们的使命。最后，我要再说明的就是，基甸会其实呢，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虽然我们自己本身有在努力，但其实更多的是呢，是要大家的支持。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为我们祷告。在基甸会的事工里面，其实祷告是最重要的。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每个支会每周都有祷告，但我们不只是需要说所有的会员祷告，我们更多需要是这样，教会你们众会友也为我们祷告，因为多祷告多有力量。当我们愿意来祷告的时候，那么神的事工就依靠我们的祷告就能够成就了。基甸会发送圣经，每年都有蛮多的这样的人信主，也有蛮多这样的见证，是怎么来的？是来自于什么？大家的祷告。我们祷告不只是说我们能够把圣经送出去，我们也祷告拿到圣经的能够把它翻开来念，成为他的帮助。我们祷告这样子的。在那个哥伦比亚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个建筑工人他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吵架，所以心里很无助但他还是要去工作那一次是在学校要去修他的屋顶，他在那边修屋顶，他就想说：假如有神神啊，求你帮助我，我要怎么样能够让心里不再忧闷？就突然间从天上咚掉一本圣经，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刚听的我也是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掉下来一本圣经，神啊，你要用这个帮助我吗？结果他就翻了，其实里面讲得很好。结果他回去呢，就开始研读圣经。就读了之后，他就怎样？因为这样，他生命得到改变。当他生命得到改变之后，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呢，也得到改变。他最后呢，包括他家里的小孩，也因为这样得到改变。后来全家就受洗了。后来他还写信到基甸会，谢谢我们，因为他说我捡到一本基甸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圣经。哇，怎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一天，哥伦比亚他那个城镇的知会，我们叫知会他有弟兄去那边赠送圣经给学生，那有一个学生拿到这个，他觉得他不要，他就这样丢，随手一丢，就正好丢到那屋顶上让那个怎样建筑工人，啪收到了。
你看，他不要，结果呢，神透过他的手呢，让他的生命怎样得到改变，是不是很奇怪，很奇妙？哦，所以有些人说啊，基甸会你送这么多圣经有用吗？有些人不一定看啊，有些人甚至丢掉啊。但我们知道，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这样得到生命的改变，是不是重要？对。有一个被鬼附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当他被鬼附的时候，耶稣要把它清除掉，叫鬼跑到什么2000头猪身上，那些猪就冲到什么悬崖死掉了。一头猪要多少钱？9000。有人在卖猪肉，或者1万考省，那就多少？2000万。你看。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看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当我们因为这样，让福音广传，让人家得到圣经，让他生命得到改变，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你觉得也没有怎么样，但对神来讲，他觉得很重要，他比我们更看重一个人生命能够被挽救回来，能够得到永生。刚刚讲那个哥伦比亚的建筑工人，他只要家里他夫妻之外有3个小孩呢，总共5个，对不对？一个2000万乘5多少？1亿哦，他这可能我这一生还赚不了这么多嘞。但神就是舍得用这些来付出代价，他甚至愿意舍得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你看，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能够看得到这样，所以我们也希望，除了祷告以外，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人能够加入基甸会的行列。基甸会当初它设立是127年前，在美国，当初是从一个旅馆有两个弟兄，后来3个弟兄，后来他们呢扩散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在台湾有67个支会，我们大概弟兄跟姐妹大概2800个人左右，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分配到各个地方也是不够，所以我们也希望教会的弟兄，你也能够这样有这样的感动，一起来加入基甸的行业，赠送圣经，领人归主。另外呢，我们在财务上也需要各位的支持。基甸会的奉献，在台湾1年大概2500万左右，这些都用来购买圣经，还有圣经的一些处理工作。但你们要知道，其中的将近70%的这些购买圣经的经费来自于谁？来自于各位呢，来自于你们的奉献呢。因为基甸会2000多人怎么奉献啊？来自于你们的奉献。所以当你们奉献的时候，你们就同样有机会参与福音的事工，透过基甸会的会员赠送圣经，你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啊。这圣经不止在国内啊，有时候还赠送到国外。像乌克兰那个时候战争的时候呢，基甸会就送了5万本乌克兰文的圣经，那个里面就有你们的当初的奉献的里面。因为在中华民国基甸会总会，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总会了。所以在国际上来看，就是假如我们在国内送一本圣经，我们要同时送一本圣经给国外，那些没有办法购买这个圣经的这些国家，他们因为有基甸会会员，你说有这么贫穷吗？有，在基甸会里面有190个这样的会员国，里面大概有将近180，他们的能力是不能够来自己供应自己的。甚至有很多国家呢，他们的收入呢，年收入不到1000块美金。所以我们在富足里面，我们就要想到说，这些来自于神的。当神愿意我们这样给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给？那基甸会印圣经，平均1本大概50块，你可以用1本做单位，5本做单位，10本做单位，100本做单位，甚至1000本做单位来奉献，来加入这个行列，加入基甸会赠送圣经的行列。虽然你们或许没有办法亲自跑到那么远，我也没有办法
跑到那么远了。但透过这些呢，成为这一些需要者的帮助，乃是神的喜悦。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个人都是够用。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我们去遇见很多神迹奇事，但这些乃是你要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出去才是最重要的。也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恩赐都能够为你所用。我们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你让我们充足以外，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世界各地有各种不同的贫穷孤寡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也求你让我们有动这样的一个慈善的心，来照顾他们，来参与你，也来参与整个赠送圣经的行列。感谢主，赞美主，也保守整个中心长老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灯塔，照亮这个所有的社区，引领更多人来归向你。也让每个中心长老教会的会友都像是一个烛光一样，来照亮这个世界，就像盐一样，来使这个世界有味道。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扬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家人，还有我们的邻舍，还有那些我们碰到的陌生人。感谢你，赞美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重新来看到你的恩典，重新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刀刃来磨砺。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即时请大家参加来吟诗，应答上帝话。信诗第560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即时，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再阁补充一个哦，若是你有奉献予基甸会的奉献哦，请伫奉献袋顶头写你也记条写你的名哦，以便基甸会会开立奉献证明。请起立来用奉献诗。这是咱犹原徛伫咱吟诗信诗第402首，吟诗后请张长老来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有机会伫遮，搁一摆领受你的道理。记得阮轻调伫你，阮知影安怎来用你赐阮的恩赐，伫这世界人得到较大的帮助，嘛拯救较侪的灵魂。感谢你，阿罗你，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叹，甲圣神的相通，上甲咱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万世代，阿免。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重点来读吼。哦，来看消息报告的部分吼。第2点吼，今日是国际基甸会来正道甲报告吼。感谢张长老吼，张志明长老吼，为我们带来美好的福音吼，让我们能够磨练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吼。我们再次的吼鼓掌来感谢他。那这边哈也有陪同的吴长老娘哈，
那还有我们的马弟兄跟石姐妹哈，也在我们的当中哦，我们再次欢迎她哈。那我们还有一位新的姐妹哦，是一个古姐妹哦，她是一位学生哦，请她就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哈。她是一个外出的来宾啊，是一个学生。那我们等一下会后也可以跟她来撒交流哦。好，再来第3点哦，我们在下礼拜8月30号要举行学生的升级式祝祷哈，那请升级的学生能够来参加。那第4点是今生奖学金到下礼拜8月30号为止哦，请符合的同学可以向团契的辅导申请，我们预计9月6号颁发。那第5点是我们的野外礼拜是10月17号、18号哦，我们会在日出温泉度假饭店哦，那名额有限哈，那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报名哦，我们到8月30号为止。那有报名的哈，我们也请将我们的报名费哈，是包含了这个车子、车辆保险，还有第2天的吃饭的部分哦，我们将这个这个报名费交给文玲姐妹还是宝轩姐妹。那还有9月6号哈，是本会举行视障音乐布道的礼拜哦，欢迎大家邀请社区的朋友一同来参加。过来看具体的交通到大道的事项吼。那第是请咱继续大道是为着身体欠安，甲照顾伊的亲人来大道。也为着徐美和因规家吼，李彦明甲李明宪2家吼来祷告。那我们也请蔡长老等一下为我们做结束的代祷。那我们请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难得到圣殿中来敬拜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有睡着哈？再一次，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要祷告，我们用很欢喜快乐的心，为别人祝福，也为我们祝福。我们为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彩云姐，我们的林牧师娘的脚还没有完全好。我们为了陈妈妈，为了陈妈妈，为了庄爸爸，还为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所知道的，你如果一一提名帮他们祷告，也为基甸会的事工来祷告，因为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先闭上我们的眼睛，让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每一个祷告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神的怜悯，打开我们的心，为别人代祷，就是为自己祝福。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2个家庭来代祷。我们为了李长老、梁徐美有姐妹以及燕明、明宪整个的家庭，求主你这个爱主的家庭，求主你帮助他们的身体，帮助李长老、梁的身体，帮助燕明、明宪兄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主你的照顾。求你帮助我们的彩云姐。我们每一天为他在祷告，求主你让他的精神能够苏醒，让主的爱充满在他的身上，让今生兄弟照顾他所有的人能够得到主你的眷顾。
求主你帮助照顾阮每一个人。不然林牧师你的脚虽然有渐渐较好，总是有缘，也需要上帝你大大的夫妻帮助。我的陈妈妈，我的庄爸爸，这伫厝里咧静养，主给你帮助看顾因，为着上帝你入面去祝福。我个真侪兄弟姊妹，我无直接提名一直带倒，总是主你知。伫你面前所有带倒，主给你看顾，也感谢基甸会今仔日来到阮会中，主给你照顾手术的困难。既然基督的困难是大个，主恳求你将因的困难手术伫个顶悬，互因咧将上帝话语送到每一个人的会中的中间，主的亮光照着每一个人的心，互福音变传到对这个所在。主恳求怜悯阮，听阮的祈祷，我们照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日礼拜以后，有小组的分享，进度是何西阿书第3章到第9章。今天没有导读 ，OK， 好。这时咱要请信歌队带咱来祝福的歌。